直接日期写下做实验嘛，然后样品名称输入，对，直接写个字面上，这个产品名称直接写个这个吧，然后作业人员嘛就不行，然后这是个标准，然后直接做，开始，然后现在是温度出来了，它会让你写做40度嘛，然后1000克，24小时4瓦，你开始，这是校准用的，就是我们已经校过了，把那个氯化钠已经校准过了，然后能量损失已经有了，就选这个表就好了。这个是就开始做实验了，就等它控到40度就好了。OK。然后做完了之后就退出，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保存结果，这肯定是没有结果。